中华民国颂哇，歌唱影片或者是那个合唱影片资料库目录YouTube 帮忙完成了，如何把它加入自己的影片播放清单？加入按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按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等它出来勾选。这个是事先建立好的清单名称，按完成。好了，去找，按右下角媒体库去找播放清单，有没有？那第1项先最近建立的就会在上面容易找得到。魏一清唱的歌，你看50几首呢，可以参考的这个影片你看刚刚加入的就是在底下这边，你看点按你看这个缩图左边都有数学那个等于那个符号，按下去，按那个图也可以，长按就可以上下这样移动这样就加入。